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胡适有所反弹它这个反弹来之不易。A 股三大指数今日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1.31%， 深成指涨 1.22%， 创业板指数涨 0.98%， 北证50指数大涨 10%， 两市成交量1.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800亿，而且是个普涨的格局全市场是超过4500只上涨只有几百家是下跌的。不光 A 股涨了连港股就恒生指数都涨了。为什么说不容易呢？是这个反弹是在特朗普又加征 50% 关税，也就是关税达到104，然后胡适包括港股这给人感觉资本市场给特朗普一个回应。你相比较之下，昨天夜里美股对吧？其他的市场都是下跌的。这个下跌的原因也是跟这个特朗普要给大国加 50% 关税有关系。那么今天呢，胡适他反弹了，港股也反弹，这个就是一个态度。我们再看美国美国的遭遇股汇债三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一度触及 4.5%。美国市场正在经历股汇债三杀。美东时间4月8日，标普500指数一度上涨 4.1%， 但最终却收跌 1.6%。而在美股下挫的同时发生了极为罕见的事情。传统意义上的避险资产美债非但没有在动荡中成为投资者这个庇护所反而突然失去了避险的吸引力。9日，全球资产定价之锚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触及 4.5%。 而在避险之王美债连同美股一同被抛售之际，投资者纷纷涌入日元和瑞士法郎这两种传统的避险货币，使得美元下挫，美元指数日内一度跌近 1%， 也就是外界开始担忧这是否会重演2020年3月美国市场曾面临的流动性枯竭。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基金经理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更大程度取决于美联储的政策，因为美债收益大涨限制了美联储的降息空间，美债与贷款息差拉大。美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定价基石，美债的大幅抛压和巨幅波动必然会对全球金融市场牵扯很大。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则向投资者发出更严峻的警告。他8日发文称，我们正目睹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崩溃，货币体系崩溃，政治格局崩溃，世界秩序崩溃。他指出，当前的货币经济体系正在崩解，根源在于债务规模过大，增速太快。美国现在遭遇股汇债三杀。这个摩根大通称美国经济衰退概率接近 80%。 摩根大通表示与美国经济密切相关的股票消化的经济衰退概率已飙升至 80%。 与此同时，尽管资金压力可能加剧，但信用产品投资者仍保持乐观。根据摩根大通基于市场的经济衰退指标仪表盘在最近的抛售中遭受重创的罗素2000指数目前反映出经济衰退可能性达到了 79%。 其他资产类别也在发出警告。标普500指数显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62%， 基本金属显示为概率 68%， 5年期美债对应的概率是 54%。 就是摩根大通人家唱空美国经济，认为美国衰退的可能性 80%。 这是美国市场股汇债三杀。摩根大通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大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是加 104% 的关税，那胡适还有港股它稳住了，它反弹了，这个效果它就达到了。但是我为什么说但是呢？就是它这个是不是说是胡适内生的，对吧？它是自身的能力反弹，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个就要打个问号。在咱们这个节目确实就是网友这个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的，就是同样的一个节目他看完之后他的理解是别的理解，他就很难说把一个节目看完能看懂，这个反正这不太容易。就像那个一个教室里面坐了40个学生一样，对吧？有人能考清华，有人只能去工厂打螺丝毕业都困难，但是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师我说美元这汇率咱们先看 7.5， 对吧？再看到 7.8， 晚上可能性就小了。不要看崩盘认为人民币汇率就会崩盘了，对吧？这些极端事件咱们不要去想，
这个很多粉丝都听到了。但是有个傻逼啊，这种傻缺，他说你说了啊，汇率到7.8，现在都没看到，他把我当特朗普了，或者把我当那个普京，就是特朗普和普京也做不到这一点呢。说明天汇率到多少就是多少，它不是一个过程吗？什么叫预期啊？就这种缺心眼儿还在这看3年，你不是脑子有病吗？对吧？像这种态度的啊，这种能力的，你应该想办法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多学习。你否则你跑来看，对吧？看这个，你不管是看谁的节目啊，你看别的 UP 主节目，那都是浪费时间呢，对吧？这个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它是一种病态的。忽视今天的反弹啊，这实际上就起这么一个作用，表明啊，在贸易战中我们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就我们扛住了，不惧美帝，对吧？我们是胜似闲庭信步，对吧？等着你出招，你出完了之后你没招了，你看我们岿然不动啊，就这意思，对吧？你看我们不仅没有被你吓到，反而还反弹了。美股如果今天晚上反弹啊，那你也是在我们胡适反弹的基础上吃了个定心丸，对吧？是胡适带动的美股反弹，就问你服不服？财新网报道啊，说国家队入场多少？股票型 ETF 2日净流入1755亿元。你看，这本来叫看不见的手，现在都是打明牌了。国家队出手之后，中国市场股票型 ETF 4月7日、4月8日净流入资金规模分别达到691.81亿元、1063亿元，两个交易日共计净流入资金1755亿元，创2024年10月8日以来新高。那今天流入多少呢？大家自己去想象吧，反正这数还没出来。万德数据显示啊，这2个交易日流入最多的都是沪深300指数挂钩的产品。我们再看啊，中国商报报道啊，说 A 股、港股大幅反弹，国家队陆续出手，金融监管总局宣布重大调整。资本市场利好消息不断传来。近日，中央汇金等国家队表示增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与此同时，多家央企公布增持计划，保险资金投资股市比例迎来上调，继续巩固市场信息，持续不断的利好释放，使得 A 股、港股市场在4月8日迎来大幅反弹。业内人士认为啊，国内资本市场出现明显企稳，这背后既有各方资金对 A 股长期价值的肯定，也彰显了决策层稳定资本市场的决心。也就是我们的大手把这个胡适啊给拖住了，不允许它跌。但是啊，这个拖势的效果它能不能持久，它能不能一直这么拖着，大家自己判断。关于胡适啊，他在后面啊，这个资源部队啊，似乎是源源不断的。财联社4月8日总结的啊，第一个，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拟使用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资金1000亿元，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第二个，上交所召开证券经营机构座谈会，与长江证券、东方证券等等啊10几家这个证券经营机构代表深入交流。与会机构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啊，这个是有潜台词的啊，也就是交易所把这个券商都叫去开会，开的内容啊，他报道的是说这个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这是个委婉的表达，实际上就是对吧？你这些证券券商啊，回去加仓去。第三个叫浙江省国资委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浙江证监局召开省属国有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增持工作座谈会，这都是紧急的啊，也就是让浙江的这个国企上市公司啊，你赶紧回购去啊，那钱找银行协调好了。瑞银估计啊，除了国家队，就是那个除了中央汇金啊、中国证金啊，也就是这个国字头的那个投资平台，那叫国家队。然后内地的保险公司、互惠基金以及社会保障基金进入中国股市的净流入可能分别达到1万亿、5900亿以及12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又拿出这么多钱出来了啊，准备帮你买。上海3大国资平台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有力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第六个是全国社保基金表示啊，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近日已主动增持国内股票，近期将继续增持。国务院国资委表示啊，这是国资委已经要求了啊，全力支持推动中央企业及其控股上市公司主动作为，不断加大增持回购力度，切实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加大对央企市值管理工作指导啊，然后就一大批上市公司都发公告要回购股份。你看看前天大跌之后，马上就开会应对。我的印象中2015年熔断也是这样，但是熔断之后，这个交易所、证监会、上市公司开会，召集各大机构开会，议题就是怎么稳住。当时就是要求大股东你回去都得发公告，说要增持，择机要增持自己公司的股票。所以那个时候一天都是几十家上市公司发公告，说我们要增持股票。你看昨天有关部门是不是紧急行动，从上到下？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胡适自身的力量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所以你要说他后面怎么走，你自己动动脑筋想一想，这样憋着一股气呢，对吧？这不争馒头争口气，对吧？也要红给你看一看。当然了，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历史上多少次救市这种买单的都是谁呢？咱们作为小散户不能既吃不记打呀。这个轰轰烈烈的救市最终是要买单这是胡适但是对咱们这个节目的粉丝来说或者是网友来说这个似乎还有好消息，对吧？这个昨天离岸人民币汇率跌破 7.37， 马上就到 7.38 了，后来到了 7.4 吧具体多少我没记住总之咱们这汇率创了这个15年来的这个新低第一步还是看 7.5， 对吧？先不要过于乐观了，过了 7.5 再说 7.8。 当然了，你不要看了这个节目你就跑去操作，这个我可不负这责任，对吧？你要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买美元，什么时候卖，那你得看会员节目对吧？你要不看会员节目，你看这节目看3年没有用对吧？会员节目里面我会公布，对吧？我是7点几买的，对吧？分批买的，什么时候买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在会员节目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有很多人比我买的还便宜，因为当时6.99的时候我被耽搁了，没买成，后来7.2买的。这个有很多会员朋友都知道什么理由，什么逻辑为什么要搞美元，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反复强调，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再一次说明咱们1年前就去年9月份开始的布局那个时候就是特朗普要竞选总统，咱们判断这个贸易战恐怕要开火，所以我打破了这3年只存公行其他啥也不干的这个纪律开始拿一部分钱出来换美元，就说明这个策略你今天看那就完全正确。但是美元有没有风险？实际上有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锦老师满仓挨了一闷棍，对吧？这个出去的一头牛，回来的是一只羊或者是一只鸡顶多再外加一只鸭，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唯独那个牵牛的绳子后面是空荡荡的，胡锦老师的牛走丢了。所以胡锦老师把矛头对准特朗普也是可以理解的胡锦老师在下午发了个微博，他说老胡之前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搞来搞去，对其他国家关税全赦免了，最后只专心跟中国干，而且把其他国家裹挟进来，帮着他与中国打。然而今天特朗普对对等关税全面生效，从加墨到欧洲再到日韩东南亚一勺烩了，这下就好了，特朗普真与全世界开打了，这真是一条作死之路，他们输定了。这个关于特朗普这个关税咱们聊的挺多的，对吧？我记得他当上总统之后，他还没有对吧就职呢，他就说要加关税，对吧？给大国加60%，后来把大国搁一边，说给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先加，叫上岸先斩意中人后来加来加去，这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没加，说停一下，把大国的先给加上，所以大国又挨了2个10%。我记得咱们做节目就说了特朗普那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干法，实际上他剑指就是大国，他无非就是把这个篱笆给扎得更牢固一点，让你大国这个商品你没有办法流进来，对吧？你只要流进来就得享受关税，无论你从哪个国家从哪个方向流进来都得给你加关税，不就是这个思路吗？我想这个以前都说清楚了，对吧？然后特朗普他要求就是什么呢？你从我这儿卖了多少东西，你就要从我这儿买走多少东西，不能有逆差，对吧？也不能有顺差，反正大致差不多，这就是特朗普思路所以你说求他法外开恩，说这个我们都是零关税，你想得美。马斯克已经劝了特朗普，对吧？欧洲跟美国搞一个贸易区都零关税，特朗普都不理他，就是马斯克都说不动特朗普。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对吧？也是要跟特朗普要谈，也就是双方这个税率都调到0，特朗普根本就不尿他，对吧？你先买3500亿的东西，这个能源和天然气，再来跟我谈。所以说我看到网上还有很多网友在那儿说什么大国不该反制，我觉得你这个要么你就是因为对物业不满，
你已经是非不分了。就咱们是就事论事，对吧？我反复强调啊，因为现在美国是被特朗普这一小撮人他们把持着。这个特朗普的做法，无论是从俄乌战争还是到贸易战，你说他哪一件事干的叫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对吧？特朗普本人就是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在耍你。那么多国家过去，对吧？跟他和谈，你不能说态度不好啊。越南态度不好吗？以色列态度不好吗？特朗普让了吗？统统的生效。所以还有人，我觉得不是蠢就是坏啊。你这个时候跑去谈，也就是说啊，就是不是说不谈啊，就是你这个时候跑去说跟人不反击，有什么意义呢？你以为不反击人家就放过你吗？你看看特朗普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I'm telling you, 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us up, kissing my ass. They are dying to make a deal.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sir. 你看特朗普人家说的赤裸裸啊，对吧？就这个国家人都跑来求我啊，对吧？这是代表国家，你可知道？如果是个人倒无所谓嘛，对吧？个人面子值什么钱呢？他这个是代表国家呀，国格啊，对吧？合着这么多国家去求美国啊，给他拍马屁。你说你去啊，跟特朗普谈了，求了他，姿态放低了，结果什么都没得着，得到的就是羞辱，就像羞辱这个泽连斯基一样。你说这么一个他是不正常的人，你要求对吧？你去给他认低做小，你这不是有病吗？对吧？我从第一期我就说了，因为你谈判对象是特朗普，所以没必要客气啊。但凡换一个说是啊拜登或者是其他的，那得另当别论，对吧？双方得好好谈，因为贸易战一打，那都是老百姓遭殃了。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那都是底层受累啊，对吧？我看还有很多人留言，那个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呀。就你想一想，按你的做法，特朗普他能饶了你吗？特朗普只会羞辱你。当然了，最终还是要谈的啊。这些都是博弈，对吧？无非就是你把我的筹码都已经搞掉了，我都没筹码，那只能对着干，没有什么念想了，对吧？这是一种姿态，就是我也不是好惹的，接下来还是要谈。无非是特朗普现在着急啊，因为他手中的牌不多了，有很多人看不出这个里面的门道啊。特朗普加了104，他手上还有什么牌？该制裁的制裁的，不能卖的东西他坚决不卖，芯片不卖。你说特朗普还有什么牌？但是大国手上还有牌。这大国的牌还没打完呢，大国作为美国的这个债主啊，买了很多美元债啊，买了美元债就是债主。你想一下，一个债主跑上来要债，而且这个要债也很好要啊，就把美元债对吧，国债给它抛掉就完了，那不需要经过美国同意啊，而直接市场卖了美债拿回美金。你想想，一旦把这一招用出来，当然了，这个恐怕也是叫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上了，都是上头了，双方都是要面子。你把美元换成什么呢？换成英镑，英镑是不是在升值啊？也就是对大国来说，你把美债抛了这个，回来这么多美元，你干啥？存工行是吗？你得找地方去啊，对吧？那要么就换英镑，换欧元、澳元，但是这个他们的体量都太小啊，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这对大国来说，你要卖美债也是个损失，你找不到更好的一个投资标的。但是对美国来说呢，打击更大，他找谁去接盘呢？对吧？大家记得去年吧，还是前年，这个美国的耶伦呢，对吧？他一增加这个债务上限，他先要到大国来谈判，谈判什么呢？就你得买一点，你不能卖，你还得买一点，因为我们要增发新债了，你得认购啊。因为他找不到几个真正的买家，他跑到日本去，让日本人买，让中国人买，对吧？我已经说了，特朗普他失去了道义的这个加持，本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叫什么商人集团或叫什么，所以我是支持啊，坚决反击，不反击韭菜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啊，你还得到了羞辱，反击吧，韭菜日子也不好过，但好歹你没有受到羞辱啊，这就是区别。我在上个节目说了啊，只要中国稳住了，不跟这个特朗普啊妥协，或者是双方各自让步，对吧？特朗普把34%去掉，这也叫对吧？双方妥协，那么啊，欧盟其他国家都会群起而攻之，都会要求特朗普，对吧？把加在他身上的关税给取消掉，这就是示范效应。现在看大国，对吧？跟这个美国谈到什么地步啊？双方在谈判，这个毋庸置疑啊，不会还有人认为双方没谈判吧？其实双方在私底下团队谈判，他们又不是什么断绝外交关系了，他们这个沟通渠道是畅通的，一直在谈判呢，是吧？最终谈判结果是啥？那就等着吧。我说特朗普越来越慌，很多人说特朗普慌啥？因为你他妈一天领导都没当过，你连3个人都没管过，你哪理解懂得了这些呢？说着你听着就完了。这个就像黑社会打架一样啊，特朗普拿个棍子往那一站，下面100多人，特朗普说哪个敢动？如果大家都抱着头蹲在地上，特朗普赢了，一个都不敢动，动就上去给你来一下。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站起来，他不服，我告诉你，慌的就是特朗普，因为啊，万一你要揍不过这个人，或者你打不服他，
那剩下的人有可能就有人三三两两，慢慢的人就站起来了，越站越多。你蠢，你理解不了这个，你就多听。现在180多个国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如果站出来跟美国对着干，那特朗普就更紧张。如果站出来说，哎，我们俩握手言和，那就看特朗普了，对吧？特朗普你要给大国让步，那你就给所有人都要让步，这叫示范效应。不过对特朗普来说，这也没有什么压力啊，他干的丢人现眼的事多了，对吧？他让步也不在乎，他干的不对的，我们一样要批评啊，不在乎他是哪个国家，只不过是批评的直接一点，还是委婉一点，对吧？是直截了当还是隐晦一点，就这点区别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